今天收到灣仔區的老闆給閘門發過來了一把這個喐一喐的汽車鑰匙，過來閘門這邊改裝升級。拿到鑰匙，閘門現在來給鑰匙做一下檢查，確保鑰匙發過來沒有問題。檢查正常之後，接下來拿出拆解工具，把這個殼子一步一步拆開。拆開鑰匙的外殼，取出鑰匙的主板，然後這個老殼子再給它裝回去，以後可以備用。裝好老殼子，主板放到工作台上，就可以來進行升級改裝。先接上閘門準備好的路線，一個按鍵接兩條線，所有按鍵先給它焊接牢固，再接一下正負極，線路接好，再拿出閘門挑選好的液晶鑰匙，再把主板移植到液晶鑰匙上面去，裝上鑰匙主板，蓋上後蓋。現在看一下效果，一把全新的喐一喐車鑰匙就升級完成，選配了都豐款的液晶鑰匙，非常好看。升級好的鑰匙跟手機一樣，可以觸摸操作，可以看時間、看日期，外觀變得非常的有科技感，而且也會升級新的功能，有升級靠近車，會感應式車門自動解鎖；離開車也會感應式車門自動鎖車，可以預約後尾箱，可以備注車主電話，鎖車升窗也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，就會升級老鑰匙沒有的功能。現在鑰匙簡單升級完成，重新檢測信號，所有信號按鍵檢測正常，沒有問題之後，閘門就可以給車友發回去使用了。